哎，嘿，今仔吼，算算个手气阮也无好咧，钓几波啊，钓这2尾啦。哎，你创啥？你行路唔看路，你看涂骹，涂骹是有钱哦。你后盖行路安尼哦，你较注意哦，会去有车弄着吼。我会去有车弄着，你这臭烟头的，哦，我无找你算账，你搁加酒掺咧，你是有够过分的哦你。找我算啥？你算啥物啥？哦，啊你还搁假唔知呢哈？哦，你这臭烟头的，你知影你做啥物好代志无哈？你四界去甲人讲，你去甲碰碰，你搁去甲大姐的讲，哦，你到底甲人讲啥？你讲啊，你讲我清楚啊！但你今仔是咧占着药啊？我哪有讲啥？你哦，你明明甲碰碰的，你搁甲大姐的，搁甲全部的人讲啥物？我的身材啦，白啦，敢若太平公主嘞，搁讲咱两个有啥物乌白乱来的关系，你实在有够过分啊！你知无？你讲这啊？等我也无白讲啊，我讲拢嘛事实的啊。事实，我啦。你搞包嘞？阿妈，甲你跑袂了哦，我就想要甲你斩了，你知无？你这卑鄙的小女，你哦，我不会看到你的啦。哎呦，我掠公家安尼啦。天飞开长前方，双人相约游港，有话想袂对你讲，哎呦，你要食哟！我哪知是你啦？歹势，是的吼。哎呦，你还将我当作花草，你都爱甲我压哦！啊，你用甲我打一个，害我惊一跳啊！啊，你是要创啥啦？要找遐钱互你啦！吼，啊，标偌济标3000啦。？3000、23000，啊，无剩17,000。对啦。3、4、5、6、7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这16张尔呢？啊，你甲我南淡去，免赔我1000块哟！哪呢？啊，嘴大个啊！几位啊？等。无啊，你啊，即摆包我安尼是要去倒啦？倒真无啊？啊，毋是你迄个烟头啊？讲啥物哦？我甲伊有发生关系啦！啊，即摆同庄仔的人，大家拢嘛讲，真正有迄个代志啊！啊，我哪有迄个面子通我搁大落去啊啦？这无要紧啦，这著小可代志尔。你安尼看甲严重，无要紧吼。听下阮烟头若转来吼，我才甲念，才甲准，才甲教示，互你看吼。倒真无啊？嘿。我知影吼，你对我足好的啦，我嘛足无想要走的啊。啊，毋过真正发生这个代志吼，我无走袂用的啊啦。哎哟，咱即摆就心平气和来讲这个代志来，遐济倒真博开破互你听吼。这个代志既然甲已经发生啊，对无？咱尽量吼，人咧讲家丑不可外扬，莫弄用出去外口的人听到。因为外口的人若听到了吼，有当时啊吼，会甲咱生头发尾。哎呦，讲咧规山片迄落歹听的代志，所以你唔通走，你坐遮，我慢慢来开破互你听。哦。对嘛，即摆吼同庄仔的人看我的眼神拢嘛无共款的，啊，若行出去吼，大家都安尼叽叽嘟嘟啦。讲真正有即个代志啊，但我是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为着安尼你更加唔通离开这个所在。因为吼，大家拢伫咧嫌疑这件代志啊咧，啊你即摆离开这个所在吼，人大家就讲，哎呦，迄个贵妃啊哦，真正哦，甲迄个烟头安怎拄安怎哦，啊所以即摆才见笑哦，才会离开这个所在哦，安尼愈无人来喙，知影无？啊，都真无啊，即摆到底是要安怎啦？你就是住在我遮。哦，啊，杜金波会替你来外口解说互人听，哦，啊，解说互人听，大家就会当作讲啊，这都无啥物代志，啊，无啥物代志，慢慢咱就煞去啊。啊，搁再讲一个倒转来吼，啊，我都捌甲你讲过啊，尤其是查甫查某若发生这个代志吼，拢嘛是咱查某人较吃亏啊，啊，咱就小可较守本分一下对无？啊，所以以我的见解，我就想讲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回去吼，恁两个结结的安尼，啊，做一个翁仔某，名正言顺，咱咧惊人甲恁讲啥物话，对无？
杜金博，你逐摆就讲叫我甲伊结婚，甲伊结婚，啊，就真正无缘，我就看到伊就气惨，啊，两个一见就逐下我坏啦。哎呦，安尼袂用哩啦！你若无吼，你出去吼日后吼，巴肚若一天一天安尼直大起来吼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会变做未婚妈妈，你知毋知？我巴肚大起来，为何妈妈？嗯。杜金博啊，是毋是你缘投有甲你讲啥哈？无啊，哪有可能？阮缘投甲我讲啥？伊无甲我讲啊。无甲你讲啥，你会讲我的巴肚一天一天大起来？哎呦，你若遐讲啦，平平咱拢是查某人嘛。啊，即个代志呾我已经遮尔济岁啊，对无？过桥较济过年行咯，我了咧，我嘛知影。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解释。好啊，咱拢莫讲啊，啊我吼，我来走都无代志啊。好，贵妃啊，贵妃啊，莫搁动我啦，我要来走啦。你，贵妃啊，我，你这死因啊吼！我啊，这个人是去食着火药的哦，啊无就性地歹落用的。啊，什么去食到火药？我甲你讲啊，这个代志拢从是你惹出来啦，你还佫有心情通去钓鱼啊？哼，哦，缘投的啊。啊，你的嘴边哪会看伊骨若塞伫咧？是安那去钓鱼啊，去互鱼尾溜塞着的哦。鱼尾溜塞着啊，无算衰的啦，去互海洋夹着啦。哎呦，去互海洋夹着，毋真够哦！阮囝的功夫佫袂歹哦，去互海洋夹着，佫会佫收倒转来。安尼哪有可能去互海洋夹着？我看吼，阮当时去互海洋捡着啦。情若早已多情。老的，等你嘛行较紧的，吼，我拄咧傻咧我。但你即摆是咧看啥？啊，袂晓讲，咱即摆要去补货对无？哦啊，我钱拢别个要的咧，做问题啊，若无你偌好啊，啊，我是惊去互抢啦，所以我毋知你详细啊看，慢慢啊看。哎，老的，你啦，咱这庄脚不比都市啦，无遐恐怖啦。庄脚甲都市毋是共款的，哦，都市有网啊，庄脚都无网啊哟。你讲个什么话啊？啊，都市的网较大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行来。较赞的，哦，好好看卖。安怎？安全啦，行。好，行。啊，都贵妃啊，贵妃啊。还要紧，啊，你拍卡是要倒啦？我要转来阮屏东啦。哦。无咯，啊！但你无代无志，在遮就好好转去屏东要创啥啦？有啊。都嘛一直臭缘投的啦，四个人讲啊，讲到一大堆啦，屁事甲无一块好的啊。人即马吼，拢嘛无民主行流的食啊，而且我嘛袂当去恁杂货店做工啊。对啊，啊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啊，有影缘投哦，有较冲动啦，较亏咧啦。你无听一句俗语，讲迄落哦，菜头飞起来空冤栽，对无？莫想遐济啦。死老你死老！安怎啦？哎呦，你上午搁捌遐做哦。他你对你屏东来遮最主要嘛是要找头路，对不对？啊，但你即马头路已经有啊，你咱遐咧做事来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大吼已经哦，到即卖遐毛头互你大咧。是啊是啊。啊，但你我都咁创来啦。啊，毋过，哎呀，好啦，莫对我唔顾，安尼啦，因为你算我请人啊，我算你的头家对无？无规矩哦，头家替你出去，我来去找算账。哎呦，缘投的啊！你即摆还佫有迄个心情，搁在咧比遮鱼钓啊，晓？啊，这无较用的，连工要钓吼，毋则变遐晦气。啊，怎无得贵妃啊吼？为着你的代志安尼已经爆发爱咧走出去啊，恁着紧去找。哎，那就吹啦。什么都毋免找啊！今仔日这个代志的母甲安尼天大地大吼，拢是你惹出来的，你毋去找无是要叫谁去找啊？哎呀，这母啊，恁袂拢怪我啦。什么名拢怪你？啊，怎么咱做一个查甫人，对一个查某囡仔人闹共安怎？啊，咱都要负起这个责任吗？你敢毋是想讲吼，后港吼，啊，迄贵妃啊吼，若是讲腹肚大起来，啊，你要放一个某囝，都大路伫咧流浪安尼是无？无现在讲啥？我现在腹肚大起来啊！啊，你甲贵妃啊安尼，啊贵妃啊，怎么后港敢袂有心了？吼，讲甲恁哦，啊，我敢解释过啊？啊，恁大家拢无白想，毋知咧想啥啦？你要有心大腹肚，啊，迄暝对不对？我啉酒倒来，啊，我就习惯性啊，大概嘛困迄间水房啊，啊，即摆搬入来，我向久啊无啉酒，我哪会知？啊，向点入去，我入去的时阵我就困啊，困啊，可能是困的时翻身，脚去也回着尔。啊，无安怎啊？恁哪会大家拢讲安尼啦？
哦，就是你酒醉啊，脚泼过去，甲回着，伊就爬起来喝酒啦。哎呦，害我惊一跳。既然敢若吼去互脚回着尔吼，安尼无可能有囡仔啦。哪有遐严重啦？上来，来啊来啊！来啊啦，贵位啊！哪里走？啊！安尼只，我你个死啦！你唔食囝唔食囝哈！哦，迄无彩我自细汉看你看到大汉，即个代志你也做会出来。啊，人迄查某囡仔遐尔啊乖巧哦，啊你共 QQ 甲你目屎啦目屎滴下，你讲哈！安尼只，我无安怎呢？你无安怎你还搁敢讲哈？哎呀是，莫安尼亲门大户，安尼 QQ 人啦。放好较平静心情啊，放好轻松，有啥物代志咱坐落来看看讲。坐啊坐，真正袂堪你去，袂堪你去，迄是假使是恁后生的，啊若无好，真正，这我以前的个性，我甲目前念要拼，哈3工叫较落去，较袂落来，我甲你讲哈。好啊啦好啦，人讲见事看办，有啥物代志咱就坐落来，心平气和，看讲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哈？讲，有啥物好讲？讲就一支长长啦，讲哈。哦，你唔正囝哈，啊人个安尼对装卡起来，迄装卡查某囡仔哦，啊你也无好啊共照顾，无搭紧，搁共 Q， 嘿哦，好我 Q 无搭紧咯，搁安尼一世界去宣传，吼，迄个大志的，甲迄个碰碰啊去我遐斗甲无一点好，讲好啊你安尼吼共 Q 了，搁共讲共嫌哦，啥物诶头前后壁分袂清楚，家姐苦大财无煞唔知啊哈，死人咧做甲对了。哎呀，姐，你莫气到安尼啦！啊，当碰碰啊，大姊也毋是我挑要甲因讲的，啊，就一直问啊，啊，而且搁再讲啦，你嘛知影啊，这话吼，若过话了，拢会有生话出来嘛。有影啦，对无？害了这，啊，怎么尤其是吼，这个碰风的一日敢毋都上好碰风尔，啊，搁迄大只的搁兴趣啦，话若经过因了后吼，是有加无减的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吼，价钱会减，价话会济，一定是因生话的啦。看是安怎，但毋免啊去带啦。这准讲因生话来讲吼，啊你代志都已经做啊，你嘛袂使去外对无？我那，哎哟，你误会啊啦！拄则吼，我嘛是为着这个代志吼，我咧气阮后生，啊伊拄则才甲我讲尔，伊是讲吼，迄暝就是因为伊去啉烧酒啦，啊啉一个有较醉啦，啊去弄毋着房间里啦，弄对桂花的房间入去，啊桂花拄伫咧困啦，啊伊可能醉啊梦吼，啊毋知影吼，怎去甲揢着啦，啊桂花吼。惊着就爬起来发救人啦，根本都无发生什么代志啦。对咩？这是拢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安怎啦？哦，你这个死啊你啊哈！我早就甲你讲过，袂你就莫啉遐济。贵妃啊，即摆人走代，你知无？吼，讲着贵妃啊，迄好咧家在哩，半路叫我拄着。哦，我一直甲苦劝吼，这叫阮老的吼，甲带去干嘛店。打好啦，来，你大爱来去啊吼，当面甲贵妃啊吼，找一个毋对的，知无？